头皮啊擦久菜呀，日头阴暖走开。好，2023 9月16吼，杨贵音乐会30周年吼，嘛有一寡新的歌啦。譬如讲，即马即个歌啊，做春光吼，就算新的歌啦吼。这是杨贵文教协会理事吼、干事吼，反正真重要的发起者吼，王信云吼，这是杨翠老师的学生啦吼。啊，其实即个歌真迄站伫差10几当前、20几当前，2011吼，还是2012的时阵就写好啊，有出版吼，为着要募款吼，帮赞即个杨贵文教协会吼。就徛徛伫咧青云的世界，伫土地写诗的园顶，甲坚强种伫心肝内。早早的风来，发出一道春光来海。黑暗的花点点开去，黑暗甲光明的时代啊！早早的风来，发出一道春光来海。讲不管有偌苦，拢爱继续开垦这个所在。一来一直来，一来一直来。伊是美丽倒开的玫瑰花，地花边的玫瑰花，心机的机行风吹，冰山底下爱不嫁。伊是美丽倒开的玫瑰花，地花边的玫瑰花，生团星星浪漫花，等待时机我定会。春光来海，黑暗的花点点开遍，黑暗甲光明的时代。早早的风来，透出一道春光来海。讲不管有偌苦，拢爱继续开垦这个所在。玫瑰花，地花边的玫瑰花，手紧下机，行风吹，冰山底下嘛爱不嫁。伊是美丽倒开的玫瑰花，地花边的玫瑰花，生团星星浪漫花，等待时机伊满命花。伊是美丽倒开的玫瑰花。这个歌，阮伫这个2024 2月28有去唱这个强声音乐节，吼。强声音乐节
即个主办单位就甲即个歌选做因的即个主题曲啦吼。所以咱嘛有机会来听一下吼，咱伫即个强声音乐节的现场，含即个2023音乐会现场有一点仔无共吼。玫瑰花，
即个2011就出版即个春耕即个 EP 这是咧为着要甲杨贵文教协会的成立来募款尾将伊伫2012的年底杨贵文教协会就成立了王信云阿稳咱嘛叫伊讲一段甲咱介绍讲即个 CD 是安怎来的。伫2011年的迄个热天就是民国8年伫国家的支持下，杨贵文教协会来进行这个筹备会当时阮有一个心愿，就是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写一首歌讲一个故事，要用这个合力造乐方式来做一个文化的行动。当时呢，若是要守护着咱杨贵伫台中这个东海花园所以当时候这个春光灿烂走唱杨逵100年的文学音乐节，就从这个2011年的10月份，一直唱到2012年的3月份来纪念，大好迄阵纪念杨逵过身的57档所以迄阵就写了这首《春光》出在杨逵的小说《春光关不住》伫咧杨逵纪念馆推动的这记者会来发表当时若是要作为一个募资啦这首歌嘛是要跟玫瑰这首歌来做一个对位所以我常说这是一个世代跟世代间的对话嘛是生命情境间的对话用这个音乐的实践来跟杨逵致敬，纪念105岁也不变的玫瑰花咱嘛特别甲这个2012听起来较幼气听起来较天真无邪较简单的版本迄阵即个王信稳阿稳信稳迄阵所做出来的版本，听起来较薄啦，较薄体体啦较无遐丰富啦，是迄阵一箍人就大家斗的做的所以咱有2023也有别种无共款场所所演出的版本，也有上届早的原版20112012迄时出版的版本咱拢无共款的时代的声音所录出来的版本会当互相比较来欣赏一下嘛，相时咱嘛会当来听无共的时代这个歌发生的故事。乌含石伫青冷的星空，酸冷的雨哪来甲理想？代志点甲来，就定徛伫咧青云的世界。土地写诗的园顶，甲坚强种伫心肝内。早味的香来，发出一道春光来。黑红的花点点开去，黑暗甲光明的时代早味的香来，透出一道春光来。讲不管有偌苦，拢爱继续开垦一个所在。未来一直来，未来一直来。伊是美丽倒开的玫瑰花。地袂边的玫瑰花，心坚的枝，不惊风吹。冰山底下嘛爱不嫁，伊是美丽倒开的玫瑰花。地袂边的玫瑰花，生拖心心拢盼过，等待时机满情花。
芳来，发出一道春光来。黑红的花点点开闭，黑暗甲光明的时代啊！早味的芳来，透出一道春光来。讲不管有偌苦，拢爱继续开垦这个所在，未来一直来，未来一直来。伊是美丽倒开的玫瑰花，地月边的玫瑰花，心坚的枝不惊风吹，冰山底下嘛爱不嫁。伊是美丽倒开的玫瑰花，地月边的玫瑰花，生团心心浪漫花，等待时机伊满天花。伊是美丽倒开的玫瑰花，地月边的玫瑰花，唱歌念诗浪漫花，等待时机满天花。头皮啊，插韭菜呀，天气头一个走开。